以上。无啊，你讲乜嘅啊？哎呦，你想看哪里？人家啊，要不用自悟嘅呢。哎呦，用好统统丢当人啊！那么人三气四想，莫要紧。啱讲哦，来做一做事啦。你那么本讲不以上，那就一刀本人死。哈！哎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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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用把我按烦呐哈！阿哥，阿哥，你有喊我阿公咯？唔係啦，英哥，cái xếp phụ à ho, còn ôi ta bốn nhỉ, cái nhỉ chú đạp yên kỳ à. 那有可能啊？还冇会啦。哎呦，你要我按我，你用偏嘅呀，係唔係？先脱離開呀位，卡要緊啊！你係個好方法吼。哎呦，可你啊，做真頭真面的，安尼唔會笑。好，抗外界，冇做辦不嘅金，那係做得走，你就夾夾走啲嘛。好，就走，就走，就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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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杨姨奶，哎，車婆嘛，咩，我諗你講好嘅啦。我答應你咧。哎呦，人家有名也有相，因為見起愛切破啊。哦，竟然按怎麼個名相啊？奴家嘅名法令規矩，安尼咧。按做古數年，什麼年？你冇去想，俺幫我不卡當貧苦，哎呦，咁冇要緊啊！啱講，人講家教愛聽教照，乃家家愛聽家輩，家其實愛聽一家爸知道啊，老公。好，既然你唔驚，俺用就好啦。老公，來去掂量我家太哥，然後萬分拜託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你做啲暗講哦，你咁唔知，我要去落愛呢，我轉來去，那我要用錢說明，然後我要嚟搶把口，過山來，托你出門，幫他自家冇做肯定，你兩啥拜堂申請，哎呀唔想做得。哎，阿麻煩多。那麼好，你按點點的教本愛，冇人講你啊，只會從個賣騙人，從個偷偷的聽人走，係個壞名聲哦。哎呀，嘿吼，我係什麼人？我係顧名聲。好，嘅你幾時找你轉來討愛啊？唔會超過3日。好啦，老公就3日咯，我才會等你哈。等我落去轉。唔過，你若不按到個橋路，我那樣出去，恐驚是真危險哦。老公，你唔是驚？來，也幾多本人奉神嗎？哦。你幾多本愛嘅？冇唔錯。切婆，你在講乜嘢呀？愛講，你哋電腦講嘅事，切婆，看到。好。多數年，你哋負心漢。你敢欺騙我？我絕對冇變講你，收咗咯！老海對。
呦，让我喊臭你阿妹啦！拜托咧，给切个对落去咧啦！把个命啦！乃就要安做，哎呦，哎呦！阿哥救我呀！阿哥救我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把个命，把个命！乃就哎呦！哎呦！我笑！发现啦，喊到这边啦，这位来就好啊！这位有空诶，来抗敌的位啊！哎呦，快点！切破嘛，要路边安多，安用个山啊！姐姐，沿着山路，姐姐落去逃走啊！小一道，最好了。哦。老爱埋伏等人，看到人就老爱走。哦。哎呦，点点的呀！哈，来讲到我死呀！哎呦，哎呦，那我夹夹来接我。哎呦，哎都是啊，强强我要死呀！从数年离开，怎数日过？贫穷的日子，就使得切身痛苦难过。
少女恋恋不顾，岁岁痛痛，嵩山斗车，开水中愁，所有担头全落在接受一人身上。还爱见过多少个事意，让人妹夫飞扬。我有眼呐，想我到爱妹亲艰难呐，世上有梦盼从天爱保庇呀，高干，有美梦是天呐，一高。看眼龙无边哎呦！爱要记是那愁，也给记安你了，头天那么呀爱嘛强为是呀，哎呦呀哦！爱有钱呐，爱就难呐买，怎个好穷伊呀？爱失去也给风啊！相爱，甜爱往来是呀，
我要死嘅啦哈！啊，困伫个山洞啊哈，几下日我全无事呢哈，我强强我要死，再要学见样格杀。哦，一件的嘛喎，夹夹攞去半看，哎，家母那里，你都有人冇？有人睬我叫佢啦！希望人哋嘅希望啊！哎呦，我過路人呐哈，我出外人遇到困難，其他人我冇事了，我強強我有事嘅，拜託葉雲發，你幫我復好冇？原來係安樣人，唔過我不卡冇錢，泡米飯也是唔起。只有番薯錢，咁做得啦。啊，冇想過，冇想過，有好事就好，能當我嘅友記，安尼我就感謝你嘅。跟你等我一下一下。好好好好，哎呦，啊，怪在張地。小哥，啊？番薯錢哪來咧？啊，你們唔就打開來？哎呀，做唔得啦！跟我老公也冇菜，開門驚會本人講閒話。哎呦，剛才我那裡，我老公那樣是做啦。佢送件婦科，也唔啲好事回轉。哎呦，等到我老公轉來哦，我也餓死嘅啦。小哥，那麼安樣人，我將阿蘭草帽嘅出門打開來，傳出去本人識好冇啊？啊，安尼就神蒙意咯，多謝你啊，丁啊。小哥，你叫識啊？18嘅吼，好閒好閒好，唉，跪下有精神咯，嘿嘿，太嫂啊，哎呀，我揾愛玩嘢喲。小哥，哎呦，18就好嚟啦。哎，太嫂啊，跟我老公上件戲呀，你老媽啥帶腔下？還有年邁嘅婆婆，讓我玩有嘅旨意呀。哦，咁也對我神法，喺馬啥啲附近咯。一路一有，只有可愛，細細彤彤，戀戀步步來告你。哎呦，佢很可憐啊你，嘿，很脆哥。太嫂，你按好心，按你本一碗的番薯槍本愛食，就會救我嘅命。來，我拿一粒嘅元寶。所以係幾咩嘢？我按你送本你呀。小哥，我人窮志不窮，實個講，莫講不輸咯。男人嘅錢，豈不是犯人無悔講閒話？哎呦，我想我報答你呢，也根本馬上我哋講閒話，冇按你啦。我屌啥人嗬？艱苦不叫我心肝，我艱苦咧。好，哎，太嫂啊，嘿嘿，我嘅門啊，上我玩兒咯，嗬，你門，人家從個門打開來呀。小哥，你那18你就好笑了。啊，你好，我等你去咯。哎呦，蘇娜，你那已經解冇？冇啊！哎呦，條男有位講嘅呢。萬人跌殺條咧，哎呦，婆婆，心痛，佢唔係殺條，佢係經驗寶。經驗寶啊，讓我要嗰啲東西咯。哎呀，三弟，我家下躺下草呢，有一個人啊來你不卡，講佢毒藥我本翻身。我就話對從蒙國嘅素菜，本佢一碗嘅番薯錢，佢18愛走，
帮我一只年报，讲要报答儿女呀，我讲我无爱，其实将个年报一得，做记走吧。也就年妹嘛。哇，很紧很正，不能讲。做唔得，心口，人啊好心都有好报，甲按好心的人啊，那你按他这个年报的不能你，点来了。婆婆，这年报，儿女拿唔得啦。要不我拿唔得咯。哎呀，婆婆，我老你讲，这年报的骗人呢，儿女本来攞佢输去了，爱还本人。哎呦，无要紧，人家好心嘛，我能拿份儿女不卡按苦哦，暂时啊拿起来，哈，暂时爽快那嘞，你看那里啊孙的是，走无处处哈，忙是做到心酸嘛，将俩拿去卖，哈，做良心的心酸不去做，而且要做心酸，还有啦，那个卖了肉。不我个乖孙啊，不话嘞啦。婆婆，我知啦，那么好，儿女啊，签是那年报，落去店当你问钱，等到数年咱有所干，多上来了后，儿女加批还本记。婆婆，来，我知，我呀哈，每位孙生买两身新衫本人做。孙生做土客，本日婆婆炖补啊！很好哦，